屈原的故事。5月初5係端午節，傳說端午節同一位名叫屈原嘅中國古人有關。屈原係楚國人，佢非常愛自己嘅國家，而且受到君主嘅信任。我認為可以咁樣做，你呢個方法好唔錯，做得好。但係其他大臣妒忌屈原，喺君主面前講佢壞話。屈原話你經常浪費食物啊！屈原好懶惰，將工作都推俾其他人做。原來屈原唔係一個好臣子，結果屈原被趕走，要喺外面流浪。佢好唔開心，寫咗好多愛國詩歌。我要寫詩，表示對楚國嘅愛。最後楚國滅亡，屈原好傷心，我嘅國家滅亡咗。魚啊蝦，你哋食竹筒飯啦，唔好咬屈原嘅身體啊！我要來回划船，打撈屈原嘅身體。百姓唔希望江水入面嘅魚蝦會咬屈原嘅身體，就用竹筒包住啲飯拋入江水入面，仲不停划船，希望揾返屈原。呢啲活動成為咗端午節食粽同爬龍船嘅起源。